上落樓梯會出現痛嘅情況都少咗，同樣動作再屈嘅時候，我覺得個角度都大咗。打波嘅時候跌親咁就膝頭哥啪一聲咁，都接近20年。個膝頭哥就係相對差咗，平時嘅活動啊、上落樓梯啊都開始有痛，因為好擔心，即係見到身邊有啲朋友連話去旅行都去唔到啦，係啦，唔希望咁快脆冇得去活動咯，因為我中意旅行同埋中意打波。第一次嚟做嘅時候個療程，我覺得係舒服。而家持續做咗一段時間，我覺得係嗰啲痛係明顯改善咗啲。咁開頭佢第一次屈嘅時候咧，佢輕輕即係某個角度，我已經話俾佢聽痛啦，即係屈唔到啦。咁去到1個月後，同樣動作再屈嘅時候，我覺得個角度都大咗嘅。當然自己可以照顧到自己啦，亦都唔想屋企人話要即係連累到屋企人照顧咯。咁呢個就係我自己最期望，就可以 keep 住自理能力。N 機能再生幫到我，N 機能再生幫到我。